大家好，我是嘉辉老师。我要来讲考台语的证照有啥物好处。咱来看第一点，若是想要去做台语老师，要有中国级的证书。即摆目前有2个管道会当考证书，一张是教育部的，另外一张是成大的。2种分别是：第一张是教育部的，伊有分做 A 级，基础级是 A1， 初级是 A2，B 级、中级是 B1， 中高级是 B2，C 级、悬级是 C1， 专业级是 C2。成大呢是无分级数，考试就亲像英语、德语共款，以分数做级数的差别，嘛是有 A1 至 A2， 也就是讲有6级啊，伊就是讲一张的考卷，看你考几分，你就是到倒一坎，你就是啥物级数安尼意思啦，有 A1、A2、B1、B2、C1、C2，若讲要考着这中高级呢，至少就是你爱考341分以上，341分以上，这是上基本的这是 B2。若是 C1， 你至少爱考381分，才有到迄个分数。你若拄仔考340分，嘛是共款中级无？你若380分，你嘛是中高级尔。所以就是差一分，伊就是差一个级数。对。好，第二点呢，就是讲未来想要做台语台的还是讲电视台的，还是讲师的相关工课。要做电视台可能无一定简单要求你中高级的程度尔因为有一寡需要到悬级的程度呢若是要写台语新闻稿，台语书写能力爱袂歹，若是毋是本科系，也就是台语文系毕业的，然后爱照好甲有法度，若是讲师方面，基本上就毋免讲啊，爱悬级以上。想要到补习班也是机构担任台语讲师，基本上除了爱有悬级证书，也会看你有家己的台语作品，也是指导学生写作啊、比赛啊等等遮个代志。毋若有证书尔，也就是讲，可能你有教学经验嘛也是讲，你有啥物作品啊？你出版过啥物作品啊？也是讲你指导过学生写作投稿即方面呢，你爱有。第三是讲未来想要做演艺方面的工课，譬如讲台语创作。也是讲你有想要做作家即方面的作词啊作家也是讲想要甲人上义务的即款的即类的也是想要做台语演员的拢爱有诚好的基础啦相对去找时阵，找即个头路的时阵机会会大大的增加。就是讲你若讲你有即张证书，无一定爱中高级，可能你有中级，毋过你可能讲台语讲到做练到拄好台语台电视台需要台语的演员即类的人才，有可能你找的时阵人就会甲你选着所以机会是互准备好的人，你敢准备好势啊？咱后壁再会。